这是的，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藏人行政中央电视台本周西藏华语新闻节目，我是主持人卓玛。本期的新闻要点有：藏人行政中央纪念西藏自由抗暴65周年纪念日，第16届西藏人民议会第6次会议继续召开；藏人行政中央庆祝国际妇女节；德国和澳洲国会代表团举行联合新闻发布会，声援藏人。西藏政策研究中心举办中国在西藏德格修建水坝为题的研讨会。法国参议院敦促中国政府立即释放遭捕的德格藏人。悉尼藏人抗议中共大规模镇压德格县和平抗议民众。西藏数字图书馆联盟会议在达兰萨拉召开。下面请看详细内容。在西藏自由抗暴65周年纪念日，达兰萨拉藏人民众和支持者在藏人行政中央的带领下，于上周日3月10号聚集在印度北部达兰萨拉的大乘法院，隆重纪念了西藏自由抗暴65周年。德国联邦议会支持西藏小组主席迈克尔·卡尔布兰德议员，澳大利亚跨党派支持西藏小组联合主席迪恩·史密斯参议员。议员麦克·麦卡马克、参议员戴博拉·奥尼尔和议员大卫·史密斯，以及来自台湾和泰国的支持西藏人士，藏人行政中央司政边巴次仁、西藏人民议会议长堪波索南丹培、各部门部长及秘书长、公务员、非政府团体的代表和藏人民众参加了纪念活动。纪念活动在司政边巴次仁升起西藏国旗，与会全体嘉宾和民众高唱西藏国歌声中拉开帷幕。随后，西藏人民议会议长堪波索南丹培和司政边巴次仁分别宣读了议会和嘎夏的声明。主要嘉宾德国联邦议会议员迈克尔·布兰德在致辞时，着重谈到了上世纪40年代末分裂的德国与中共统治下西藏之间的相似之处，并祈愿境内外藏人像德国一样早日团聚。澳大利亚参议员戴博拉·奥尼尔则表达了他对境内藏人的声援，并强调了人类生而自由的重要性。同样，参议员迪恩·史密斯、议员麦克·麦卡马克和议员大卫·史密斯也表达了对西藏自由事业的支持，受到了与会藏人的热烈掌声。当天下午来访的德国和澳洲国会代表团在外交与新闻部举行联合新闻发布会，关切中共统治下西藏境内恶劣的人权状况，并且表达了他们对西藏自由事业坚定的支持。随后，代表团成员回答了与会媒体记者的提问。与此同时，印度南北各邦的流亡藏人社区、世界各地的藏人和支持西藏团体也于当天在日本、日内瓦、奥地利、德国、捷克、意大利、北美、法国、维尔纽斯和比利时的国际机构和中国大使馆前举行和平抗议游行活动，隆重纪念了西藏自由抗暴65周年纪念日。在台湾，由在台藏人福利协会和西藏青年会台湾分会主办的“西藏的未来，世界的未来”为题的西藏自由抗暴日大游行活动，也于当天在台北举行。台湾民进党国际事务部主任李问、客家委员会主任委员杨长正和藏人行政中央驻台湾代表葛相坚参到场发表演讲，呼吁台湾民众关注西藏的局势，同时警惕中共对台湾进一步军事威胁。此外，在经过6个多月的休会后，第17届西藏人民议会第6次会议第4天的议程于本周三3月13号在印北达兰萨拉复会。此次为期4天的会议将继续审议藏人行政中央各部门2022年至2023年度的工作报告及相关其他议程。
议长康波索南丹培在会议开幕式上向与会议员们介绍了会议议程，并介绍了第6次会议推迟和重新召开的背景情况。在当天的会议上，与会议员们通过了3项官方悼念决议，并审议了藏人行政中央内政部2022年至2023年度的工作报告。司政兼内政部长边巴次仁回答了议员们提出的相关问题。在接下来的数天议程里，会议将依次审议藏人行政中央各部门的年度工作报告。另外，藏人行政中央财政部下属的妇女妇权办公室于上周五3月8号在西藏大夏的礼堂举办了国际妇女节庆祝活动。司政边巴次仁和副议长周马次仁出席了活动。司政在发表讲话时指出，藏人社区中仍然存在一些基于性别的暴力和不平等现象，因此敦促所有人采取严肃行动。司政进一步强调了在流亡藏人社区积极加强教育，彻底消除针对妇女的歧视和暴力行为。随后，副议长周马次仁以投资女性，加速进步为题发表讲话，并表示迄今为止，大量事实证明投资于女性更加富有成效。他还强调了家长和老师通过传授全面的性别教育来塑造社会思想的作用。与此同时，为纪念国际河流行动日，西藏政策研究中心于本周四3月14号主办了题为“中国在西藏德格建造水坝”的专家讨论会，深入探讨在西藏各大河流上修建大型水电站对当地藏人及其他地区的社会、文化和生态产生的影响。与会专家包括西藏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员德钦帕姆、西藏人权与民主促进中心研究员丹增隆多和国际西藏网络的高级环境研究员洛桑央措博士。在会议结束时，与会专家们提出了10点呼吁，阐明西藏的河流和生态环境对西藏、中国和国际社会的潜在影响，并为保护西藏环境方面提供了见解，以及敦促中国政府立即解决德格藏人的意愿和世界各国人民对此问题的关切。此外，法国参议院支持西藏小组主席优施塔什布里尼奥议员于上周五3月8号发表声明，对中国政府在西藏东部康区德格县对和平抗议大型水电建设项目的僧俗藏人进行残酷镇压表示震惊，并敦促中国政府立即释放遭捕藏人。他还进一步敦促中国当局考虑在当地修建大型水电站所造成的后果。水电站的建设除了对环境造成负面影响外，还将导致当地人口大规模被迫迁移，以及古老的藏传佛教寺院遭受破坏。而寺院是西藏的宗教和文化遗产的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与此同时，悉尼藏人协会于上周三3月6号在中国驻悉尼大使馆外组织抗议活动，谴责中共对西藏东部康区德格县藏人实施的残暴镇压，以及要求当局立即停止水电站建设项目，并且释放所有遭捕的藏人。来自澳大利亚各地的约300名藏人参加了当天的抗议活动，声援康区德格县的藏人同胞。请继续收看本期节目的最后一则消息。作为加强流亡藏人社区文化复原力项目的一部分，藏人行政中央宗教与文化部于本周二3月12号在印度北部达兰萨拉举办了为期2天的西藏数字图书馆联盟会议。司政边巴次仁、美国国际开发署印度任务总监维纳雷迪、宗教与文化部增设秘书长贡嘎坚参，以及美国国际开发署综合发展办公室主任马克·特根菲尔特出席了开幕式。司政边巴次仁在致辞时对老一辈藏人在逃离西藏时携带珍贵佛经和文物的举动表示感谢。他还感谢参与该项计划的相关组织和个人，其中包括美国国际开发署、西藏基金、财政部下属社会及资源发展基金、瓦德瓦尼人工智能和莫兰西藏信息技术发展中心。
司政还进一步赞扬了已故藏传佛教资源中心创始人吉恩·史密斯对此项目做出的重大贡献。维纳雷迪在发表讲话时赞扬了西藏自由运动致力于保护和弘扬西藏文化的努力，并呼吁各方要认识到这些努力对于保护西藏文化免受生存威胁的重要性。来自印度各大西藏寺院和文化机构的64名代表参加了会议。该数字图书馆项目由美国国际开发署资助，是藏人行政中央宗教与文化部与瓦德瓦尼人工智能及莫兰西藏信息技术中心共同合作的项目，由司政标巴次仁于2023年11月正式启动。各位观众朋友们，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欲了解更多有关西藏境内外的讯息，请登录屏幕下方的网址。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